Hello，Hello，Hello。呢7年嚟，每次見到你哋都係好開心。無論係啱啱出道啦，我做過大大小小嘅商場 event 嘅 show 啦，記得嗰陣時有好多唔同嘅 annual dinner 啦，跟住去到踏入出道嘅第2、3年開始咧，就多咗好多唔同嘅演出嘅電視幕前嘅一啲嘅戲劇嘅演出嘅機會啦，就可以俾大家睇到更加多啦，例如男排女將啦、大叔的愛啦、百萬同居計劃啦，仲有係咩呢？你得？社內相親，我個名叫咩名？啱啦。其實咧，每一次嘅大大小小嘅演出嘅機會對我嚟講都係好重要咯，因為我每一次我都好想捉緊每一次嘅機會去表現到當一刻自己嘅最好俾大家睇咯，無論係俾觀眾睇啦，俾唔認識我嘅人睇啦，俾佢哋知道其實盧瀚霆可以做到啲乜嘢啦，佢熱愛緊啲乜嘢啦，亦都可以俾佢睇到以佢嘅演出可以感受到佢背後嘅 fans 有幾咁強勁啦。每一次嘅演出我都臨出台之前咧，我自己都會靜默一陣嘅。我一係就望住個地下啦，一係就望住台底裏面咧有好多嗰啲鋼嗰啲一支管嗰啲啊，即係你琴日前日成日睇到我喺後台度影相啦，會見到嗰啲架啦、支架咁樣啦、管啦。咁咧我會通常咧會伏喺佢哋嗰度咧，跟住之後就會靜一靜啦。跟住我永遠第一時間諗起嘅一定係神徒嘅。因為我每一次嘅演出，除咗係我自己好中意嘅嘢之外，我自己好熱愛啦，我自己好想打造一個屬於自己嘅演藝嘅 path 啦，一個道路啦。而且我都每一次演出，我都唔想你哋每一位神徒失望啦。所以每一次我都同自己講，無論我呢一刻唔係完美啦，我唱歌仲未夠叻，我跳舞仲未夠勁，我所有嘢我都唔係完美，但係我會同自己講，我做到我而家呢一刻能力內嘅100分，我先可以對得住你哋咁辛苦、咁努力為我應援嘅每一位神徒。所以多謝你哋每一位 ，thank you。你哋每一次嗌我全名嗌我，其實嗌我咩都好咯。你哋每次叫我啦，你為我應援啦，為我叫啦，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力量嚟嘅。即係你哋每一次叫我，無論係而家呢一刻你叫我，定係商場 event 公開活動你叫我，甚至喺街上面你撞到我你叫我，或者喺 social media 上面你叫我個名，打我個名，我每次聽到你哋睇到你哋去呼喚我嘅時候，我都有一種感覺係我被需要嘅感覺，而呢種感覺，我作為一個30歲嘅男人，
係有時都真係幾需要呢種被需要啦，被覺啦，俾人支持住嘅感覺啦。而呢一啲全部都係因為你哋俾我嘅愛啊！所以點解我喺 album 裏面我先會作，唔係我作，喺 album 裏面我先會錄咗一首歌係專課神徒啦。只要你係支持我、欣賞我，甚至你只係一個啱啱認識我嘅人，定係你係一個年資由2018年跟到我而家都好，你哋每一位都係神徒，你哋每一位都同樣咁重要，送俾你哋我的支持型樂隊。我諗我同你哋一樣啦，有呢一刻係一個好興奮、好開心，可以逃避到生活嘅煩囂2-3個鐘。但係我相信大家日常嘅生活，甚至係最近嘅日子，都一定會有唔開心嘅時候啦。尤其是係呢一個地方、呢一個屋企係我，亦都係你哋每一位由細住到大嘅地方。所以最近發生嘅事，我諗唔會有人會覺得好開心，甚至大家同我一樣，我自己都會感到好無助啦，都會諗緊究竟仲可以做得到啲乜嘢呢？仲做多啲乜嘢可以確切咁樣去幫到呢個屋企？我哋作為香港嘅一份子，我哋有時都唔知應該點算好，但係好多時我發覺能量真係好緊要咯。每一位嘅力量都一樣重要，因為你而家在座坐喺度嘅每一位，可能你同你身邊嘅人，你哋可唔可以對望一下？望一下。我諗絕大部分嘅人隔離都一定係有熟悉嘅人啦。我諗可能係朋友啦，可能係爹哋媽咪啦，可能係自己小朋友啦。可能係老公啦，或者係互不認識嘅神徒啦，又或者其實真係完全唔識嘅陌生人啊，真係好唔好彩地大家一齊坐又好似好尷尬，可能一個就會嗨，一個唔嗨咁，唔知嗨唔嗨好啦。咁但係唔緊要，因為你哋坐得埋一齊，其實就係一個緣分啦。而呢個緣分唔只係一個人生你哋嘅交叉點啊！我所知嘅緣分係你哋坐埋一齊，你哋嘅能量就係互相被影響。就好似我企喺呢個台度，我望住你哋呢1萬人，你哋嘅能量就俾我影響，而我亦都俾你哋影響緊咁。可能你隔離嗰位嘅觀眾，佢好 hyper 嘅，而你係害羞嗰一位，你都會因為佢嘅 hyper，你會其實我都可以放鬆少少喎。咁當然啦 ，hyper 嘅嗰位可能都會覺得我係咪要收斂啲咧？即係呢一個就係能量嘅重要性啊！即係我想講出嘅嘢就係，其實能量係可以互相之影響。所以點解我成日覺得正能量呢樣嘢，我講咗7年啦。我喺 social media 上面其實我講咗好耐，我想做一個正能量達人。我好想每一位神徒、每一位觀眾入嚟睇我嘅 social media、我嘅 Instagram account， 大家攞到嘅係正能量。點解我講咗咁耐，我都係講緊呢番説話？去到第7年我仲講緊嘅，就係因為我好重視正能量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就算呢一刻未必係可以正能量到。可能你生活中有好多啲難關你未過到，或者最近發生嘅事情令到你都仲係覺得好無力，你未走到出去，甚至呢一件事情係會影響到你嘅。
或者你喺工作上仲有一啲好多嘅工作未完成，你聽日要翻去趕工，但係你聽日都掛住睇今晚嘅片。當然係會得到 Kingdom King 嘅 approval 啦。但係，我想講嘅係，就算你生活中你有幾多嘅困難都好，我想同大家講嘅係，你哋永遠唔係自己一個，你哋唔係孤單自己一位去面對呢啲事情。可能你有時會覺得，我嘅問題邊有人會了解到，邊有人會諗到我而家諗到嘅嘢，我而家嘅痛苦有邊個會明白到啊？冇人會感受到，得我自己一個。呢啲種種嘅感覺，其實我自己呢7年嚟 ，throughout 呢7年，甚至其實係呢1個月，甚至我今日我都試過感受到呢一個無力嘅感覺。我今日話説 Ben Hur 嘅時候咧，我 Ben Hur 我其中唱永順街嘅時候，我走咗粒音啦，好尷尬啦，好無力啦，唔知點算好啦。但係我嗰一刻我都同自己講話唔緊要，因為我而家經歷緊嘅尷尬，我經歷緊嘅唔知點算好。我相信呢一個空間裏面，所有嘅 band 台下嘅工作人員都有佢自己未解決到嘅嘢，佢哋難受緊嘅嘢，就好似你在座你隔離嗰位一樣，都一定會有一啲嘢係佢未解決到。其實每一日每一位都一定係同樣經歷緊苦難，係唔需要比較究竟邊一個係苦啲，邊一個係仲要嚴重啲。你哋每一位都同樣重要，知唔知？所以情緒呢一個課題永遠都被 underrated， 情緒呢個課題永遠都被忽視啦。因為好多人都會好想逃避呢樣嘢，就算我係想講正能量呢樣嘢，但係好多時可能呢一個圈子、呢一個 industry 或者我哋呢一個世界就係希望將開心嗰邊俾人睇。自己唔開心收埋佢啦，唔好俾人講，唔好俾人知道咁多啦。我有情緒嘅問題，我自己唔開心俾人話俾人聽，但係人哋會覺得我係佢係 emo 嘅，佢應該係好麻煩嘅。絕對唔好 underestimate 自己嘅情緒啦，因為你嘅唔開心係絕對應該要被看見，亦都絕對係應該要被迅速地慢慢地去關懷、關心返，而去處理佢。哪怕呢個係時間嘅過去，要用唔知幾耐嘅時間先可以疏通到你嘅情緒。但係希望在座，如果你呢一刻係有嘢 bother 緊你嘅，或者最近係有嘢令到你難受嘅，希望你哋知道，你哋係有能力可以繼續向前行，知唔知？而我作為表演者，我自己好希望可以做到呢一個崗位，係可以俾到能量大家。喺我接收緊大家能量之餘，我都好想將我嘅能量可以傳射到俾佢哋，你哋每一位觀眾，每一位神學。你哋收到咗好啦，而你哋收到之後，都好想你哋會有能力去將呢一份能量宣揚俾佢。更加多出面嘅觀眾、你哋嘅朋友、你哋嘅屋企人，將呢份 support 去傳遞出去，令到更加多人可以感到被需要、被重視，甚至係被愛。所以以下落嚟，我好想送呢首歌俾大家。呢首歌係一首去珍惜自己擁有嘅呢一刻，珍惜呢一刻之後攞到嘅能量。就宣揚去俾你身邊嘅每一位，送俾大家青春頌。